减肥的话会引起你这种胃酸的分泌过多，没有一些食物消化会刺激到胃，所以就会痛。减肥我觉得可以先缓一缓，毕竟身体是第一位的。当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减肥哦。我想当主持人，学校各类节目主持人的女生肯定要瘦的嘛，因为我的身材问题，然后我就只能就是看别人主持，所以我也一直减肥。初中150斤瘦到了120，然后现在又胖回去了，胖到130。最近因为要比赛了，所以我就开始减。平时你经常用的是什么方法减肥的？其实就是不吃，因为我们好多一起考的同学，他们也都是喝点汤啊，吃点青菜，喝的用力话也就会吃2包这个辣笋。辣笋，如果你要没吃东西，你又吃这种辣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，可能更伤胃啊。热量比较低，然后网上不还有那种明星的减肥的方式，是只吃黄瓜这种。我反正有一次是3天就吃了1根黄瓜。我还买了减肥糖，就是网上那种，可能是吃那个的原因，把我身体一部分机能给搞下降了。包括我现在每次站起来干什么，我都会很晕。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嘛，别人合适的方案对你来说不一定合适。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减，就经常焦虑这方面。我之前一起学播音的那些其他的同学，他们基本上都是80多斤、90多斤，去考学校肯定是考官看到他们给的分数都会高一些。其实形体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，你还有其他的谈吐、言语，这些也是另外一方面表现你的优势嘛。就是我觉得他们那样才好看。就是如果你只注重形体的话，你现在饿导致你身体的不适，包括你的反复的腹痛、胃病，也会影响你的血液。这个一定科学的去控制，而不是盲目的去瞎去。如果要是想要减肥，塑造更好的一个形体，不是只单纯采用一种饥饿疗法嘛？如果要是担心那些食物热卡太高，你可以咨询或者是门诊看一些营养师，给你合理的一些营养的建议。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保证你的生长发育的需要，不能导致你营养不良。如果你营养不良之后，后面会出现一些慢性胃炎、胃萎缩啊这些的情况。严重的有些之前还有一些孩子会出现神经性的厌食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很多都是一辈子很难纠正过来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及早的改变你这种观念啊。人生不只有一个目标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兼顾。你的身体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些其他的目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的。就目前你做的一些超声来看是没有太大问题。如果你还是持续的痛，我会建议你去消化科看要不要做一些内镜啊，看一下胃啊这些有没有问题啊。好，谢谢。